要寫好多數，一寫10頁紙嘅、20頁紙嘅，只會越嚟越長。如果你發覺你自己寫嘢唔掂嘅時候咧，可以同你講係你醫學發展嘅一個好大嘅阻礙點喺度。如果你支筆唔掂嘅時候咧，你好啦，趁而家你哋唔好再睇話，淨係呢個 English composition 同埋作品有咩用啊？我哋講以後就用嚟寫嘅喎，攞嚟寫個 proposal 寫 PowerPoint。呢樣嘢係好緊要嘅，記住隻手，隻腳攞嚟做咩啊？普通話裏面有一句話講得好，叫錢快，就係勤力嘅。你隻腳，你諗下，你日日都係淨係坐喺度，有咩唔做嘅咁樣，你做唔到嘢。你一定要好勤快嘅佢話，即係要好勤力，即係話你一定要呢樣嘢係必備嘅。你一坐喺度嘅時候等，即係廣東話叫等米到嘅時候咧，你冇學真係嚇，你一定要好勤力，你要勤力咁樣去做嘢頭腦清醒 ，OK。第二句，四肢發達，頭腦清醒 ，OK。頭腦清醒裏面嘅時候咧，所以想 emphasize 一樣嘢咧，就係你要學識乜嘢？學識去問問題。問題有兩種，第一種就係好笨嘅問題，第二種係好精嘅問題。第一種叫咩叫好笨嘅問題咧？就係話我以前喺加拿大讀書嘅時候咧，我發覺啲鬼仔咧成日喺度問啲問題咧都好鬼愚蠢喎，咁鬼低 B 嘅啲問題即係咁鬼傻嘅，咁都問到出嚟嘅。但係後來嘅時候，我自己又問翻我自己，話真係雖然好似好笨咁，但係我自己唔識喎，即係佢哋都問得嘅。中國人有一個特點就係話有時問問題嘅時候咧冇夠膽講，即係有時嘅。所以你唔怕去問，亦都唔好怕人哋去笑，但係你一定要搞清楚裏邊係咩事。一條線好有邏輯嘅時候，你斷到中間一段嘅時候咧，你唔識就唔識，所以你一定要搞清楚個問題。第二嘅時候係好精嘅問題，咩叫做好精嘅問題啊？好精嘅問題裏邊咧就係話你要有好有角度，你要去諗。我哋喺中學嘅時候，大家喺度做 training 嘅時候，即係喺學校嘅時候，可能係教識你1、2、3咁，你淨係識啲喺一個標度睇嘢。但係你如果要去做一個成功嘅 manager、成功嘅 VP、成功嘅 CEO 嘅時候，你一定要由唔同嘅角度嚟睇一個問題，你先至可以去去揾出即係問題，即係個 problem 嘅原因喺邊度，你先至可以解決到。你越係要上去，你由一個低層嘅時候，你要升上去嘅話，點解有人可以做 VP， 有人可以做 CEO， 有人可以去做集團嘅總經理？當然有啲人係咬住金鎖匙出嚟嘅，但係我哋喺呢度講緊，我哋都係講長記仔一個，可能我哋中間嘅時候都唔係絕大部分唔係咬住金鎖匙出嚟嘅，係咪啊？我唔知如果你係咬住金鎖匙嘅有乜，但係我唔係。我就係都穿4座出嚟嘅，舊生會會長江西我就住7樓，4座7樓，我住8樓，我兩個係咁樣大嘅，係咁樣出嚟。所以你喺裏面嘅時候，我哋會工作會有好辛苦，一定你要處理佢 well prepared，去問問題嘅時候呢樣嘢係好緊要。你要識問問題嘅時候，可以決定咗你事業上面嘅成功與失敗。如果你唔怕問蠢嘅問題，你唔好怕人笑，但係你一定要搞清楚呢件嘢。你去問問題嘅時候，你好多時開會嘅時候，你唔好話2個人、3個人。當你一個開會嘅時候，10個人、20人一齊睇嘢嘅時候，你要有唔同嘅 view 睇到嘅時候，大家亦都老細坐喺度，大家都係問個問題嘅時候，你可以有唔同嘅 view 㗎啦。但係呢個係一個係 deposit 好強嘅，即係你一定要沉澱咗好多嘅 knowledge 喺度，你先至可以所以喺呢度，你一定要學識咗呢樣嘢 ，OK？ 一定學識咗問問題。到咗我今日，我而家仍然喺度學緊點樣問問題。自己本身，我好希望有一本書可以話俾我知點樣去問問題。呢樣嘢唯有大家你要多啲讀書，多啲去睇唔同嘅書，多啲去睇唔同嘅學問，可以去。最後一樣同大家講嘅就係五官靈敏 ，OK？咩叫五官靈敏啊？五官靈敏就係眼耳口
第一眼睛你一定要 sharp 醒目啲 ，OK？ 如果你唔醒目嘅咧，你練都練醒目啲，加強你自己嘅觀察力，加強你自己嘅好奇心。而家嘅 technology 好先進，比我哋以前嘅時候好好多。你哋可以好 curious， 可以去學好多嘅嘢。除咗你自己課本之外嘅，你可以去讀好多唔同嘅 subject， 你自己可以去研究下 computer 又好，你動漫又好，醫學又好，法律又好，係好多唔同嘅 subject。你或者中意研究 UFO 嘅，咁你去研究去睇下啲 UFO 咯，你如果對攝影有興趣嘅，你就上網睇下唔同嘅相咯，即係你 expand 你嘅 horizon 叫做呢個係好緊要嘅一部分眼睛 ，OK， 耳朵係咩啊？你要學識佢咁樣去聽人哋講嘢，你唔好話淨係自己講，唔聽人哋講，呢樣嘢係好弊端嘅。有好多時一個成功嘅 manager， 我見到嘅時候，佢哋都係好識去聽人哋講嘢。首先要聽人哋條件，然之後歸納咗，你先至可以有個新嘅 decision 出嚟。嘴 ，OK， 呢樣嘢我覺得係最重要嘅 ，OK。可能大家會同你講過話 language 講language 自己本身，我可以同你講，今日嘅 language 自己本身已經係你哋嘅基本需要 ，OK？ 廣東話、英文、普通話，呢樣係你哋基本技能，已經係基本技能。如果你哋唔具備呢個基本技能嘅時候，喺你哋行出去有一日嘅時候，你哋會有好大嘅困難，係嘛？世界越嚟越細，我哋要向前行嘅時候，呢個區域越嚟越細，以前我打電話嘅時候，喺美國打3日先至打到翻嚟香港，如果唔係一個 email，如果唔係咧就上去 Skype， 唔係就 Facebook，WhatsApp 全部都有。但係喺呢段時間裏邊嘅時候 ，OK， 你哋要做嘅時候係話你哋個嘴巴一定要好，喺裏邊嘅時候，我同你強調嘴巴嘅時候，除咗 language， 最重要嘅係 communication。你哋要知道點樣去同人交流、去講嘢。一個成功嘅manager， 佢一定係可以佢嘅屬下或者你個老細可以 communicate 得好好。呢樣嘢係好重要嘅。如果唔係你自己坐喺度，人哋唔知你諗乜鬼嘢嘅，我點知你有嘢冇嘢，我唔知道。你哋仲有，你一定要培養你自己能夠講嘢嘅。如果你係比較上安靜嘅，我同你講，快啲將自己個把嘴咧練熟啲。點解啊？因為你以後你去做報告㗎，你啲 PowerPoint 你要坐喺度，你要上嚟講㗎，你冇你以為你做咩啊？你以後一定會有咁嘅機會，企喺好多人嘅面前，同人哋講你自己嘅諗法。首先你支筆寫好你個 PowerPoint， 彈咗上去，開圖一提嘅上去，大家喺度講嘅時候就係話：我而家有個諗法，我嘅計劃係要點樣樣。你一定要有嗰個 communication skill， 你嗰把嘴你一定要講，唔止係廣東話，你嘅英文同個普通話，你一定要有嘅。另外個鼻我係做咩嘅咧？個鼻我同你講係引用美國嘅一句説話，叫 smell。OK，smell 裏面嘅時候，美國人會叫 smell the opportunity。smell the opportunity 嘅意思係話你聞到啲機會喺邊度？機會係要自己爭取嘅。你唔好自己諗住你老細覺得你好似諸葛亮咁樣，即係上門3次嚟揾諸葛亮咁。而家冇嘅呢個世界，你一定要自己去爭取啲機會。OK，smell the opportunity。OK， 然後你自己出去爭取呢啲機會。你睇到㗎，但係你要主動，你唔好成日坐喺後面嘅時候等嘅，即係等喺度啊，睇到唔會嘅。你而家喺出邊，即係我要同你講 ，smell the opportunity 之後，你要去aggressive， 係嘛？你要有啲野心去做，向前行，呢樣係好重要。然之後，我要同大家 share 最後一樣嘅就係話，
而係話你喺度你可能避免唔到，你一定會要做。我希望你通過呢個嘅時候，你將你自己個 EQ，如果你 EQ 你搞唔清楚係咩嘅時候咧，你就問下你旁邊嘅同學仔因為你個人際關係係好緊要，你要留住你嘅 network， 留住你身邊所有嘅同學喺唔同嘅環境裏邊佢哋會對你係好有重要。你哋嗰個唔係話交際籌款，即係講得好似好重咁樣，但係你嘅人際關係係好好。講完呢3點嘅時候，我最後呢度同大家講一下就係話我係長記仔，頭先講唔係咬住金鎖匙出嚟 ，OK， 大家都係讀書。30年前我就出本書，今日我好高興有一個機會翻到嚟同同學喺度講呢段説話，亦都係我走咗30年之後嘅 experience， 同埋好多嘅人。我希望30年之後，你哋當中裏邊嘅時候，有好多好成功嘅人可以喺度走出嚟。喺呢度嘅時候，可以多謝學校喺學校裏邊嘅時候俾咗我哋好多嘅嘢好高興今日有機會再翻嚟母校，多謝大家。咁精彩嘅講明佢即係我真係咁多年啦，即係30幾年佢一個回顧。咁我聽完佢即係古仔，咁其實我覺得好親切，因為我哋睇到我哋學校嘅同學畢業之後喺外國嘅一啲辛酸一啲嘅經歷，亦都有睇到同學喺外國一啲好勤力勤勉咁樣向前走嘅古仔。又睇到同學翻去中國一啲愛國情懷，亦都同我哋都講緊勉勵大家呢啲好重要成功之道。我想問一問大家咧趁學生未走之前咧，有冇啲問題？好想問一問學生其實即係講咗佢一生就差唔多係，即係我相信你有冇啲問題想問一問學生？你即時可以好想問嘅咧，有冇啊？問題唔怕問㗎，我睇講過即係你唔使話人哋揾一條好好熟嘅 question， 即係話好簡單，好簡單嘅話，即係如果你冇問題咧，呢個先至最大嘅問題。
自己覺得25個圈俾我嘅喺呢一方面係非常之有，我實係碰過好多咁嘅 case 真係話係，但係我最後可以堅持落去係同呢25個圈有關係，所以你哋繼續走，繼續跑，將自己身體練好。所以我哋其實要繼續走向前好嘛？就仲有冇問題？咁嗱，我今日都多謝何先生校長有啲補充。嗱，各位同學，嗱，今日咧我哋好開心，因為咧我哋可以有一個校友翻嚟同你分享。其實頭先何生嚟嘅時候，我問佢今日諗住講乜嘢，咁其實咧冇乜主題嘅今日，咁只不過係一個校友嘅分享。希望你睇到一樣嘢好重要，就係你阿何生畢業咗3年，其實我都想問，即係點解你畢業咗3年，你仲經常可以咁忙嘅工作裏面都願意翻嚟？即係母校嘅同啲同學分享。好耐冇翻到嚟。其實我今日翻嚟嘅時候，特登走翻我以前喺第4座翻嚟學校呢條路，我特登係一早起身要走翻呢條路，即係回顧翻我當時嘅時候，就係着住你哋呢件校服，打住呢條呔嗰陣時嗰種感覺好唔同咗。我要俾自己講翻就係話。我由上次走呢條路到而家差唔多30年，係會點樣？但係走嘅過程裏邊嘅時候，我覺得我話我走嘅時候，我希望喺呢一次過嚟，唔止係話喺學校裏面攞走咗啲咩，而係話我希望喺呢一次嘅翻到嚟嘅時候，可以留翻低啲咩喺度俾大家。喺短短嘅45分鐘裏邊嘅時候，我希望喺你大家裏邊可以留低咗一啲嘢，呢個係我最大嘅。其實阿何生咧，佢今日即係留1日喺香港，咁佢都願意咧將上午咧就俾咗你，咁你希望你好好學習。其實你成日都聽到咧，佢哋成日睇咧連章村第4座，因為咧當時好出名嘅呢一座，係最近長天嘅，都係1層啊。咁但係另外第二樣嘢咧，希望同學都留意一樣嘢好重要，就係其實阿何生都可能係一個好平凡嘅學生嚟。同你在座嘅同學冇乜分別嘅，又或者有啲同學覺得你冇乜特異功能，佢冇乜特別嘅強項或者乜嘢，但係可能30年後嘅你咧係可以係一個非常之成功嘅人。咁但係當中當然有好多好似阿何生一啲充滿辛酸嘅經歷。咁但係行完一條好辛酸嘅路之後咧，其實你可能會有好多唔同嘅體會。咁所以喺今日嚟講咧，我都希望呢個早上都勉勵各位同學咧，就係不斷去尋找你嘅興趣，不斷去找你自己中意嘅嘢，但係亦都珍惜喺長天呢6年嘅生活。咁其實每一個好平凡嘅人，可能最後係好多好唔平凡嘅經歷，亦都可能係一個好唔平凡嘅人生。其實阿何生咧同我講今日。嗰啲新嘅技術你要又探討緊嘅，其實我哋都係不斷咁向前走緊，其實冇止步嘅。其實喺你而家呢個階段裏面係最好嘅裝備自己。我其實今日咧好多謝學生幾樣嘢特別咧，就係佢提你咧要認真作文，你支筆。即係我哋嘅語文老師提你咧，可能咁有力。不過學生咧用佢嘅經驗話俾你知咧，可能又希望你做得好啲。咁第二樣嘢咧就係你嘅體能。今日可能你覺得咧跑25個圈好似好痛苦，但係其實學生翻嚟話俾你知嘅經驗，其實最重要你要成功，你嘅身體係其中一個最重要嘅因素。咁所以你唔好睇少嗰25個圈，你每日都跑下咧，就跑30幾條馬，跑10個。即係當然有陣時我哋都會偷下懶，即係有軟弱嘅時候。咁但係都希望大家同學咧，即係留意呢樣嘢咯。其實好好學習。今日你唔知你學嘅有啲將來啲咩用，咁但係你會發覺喺20裏邊咧係非常之有用嘅。
我哋再一次歡送我哋嘅師兄啦。